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咱要来去这个所在，听讲是啥物？天皇的厝。哦，天皇的厝。天皇是伫日本是上大的呢，爱甲伊拜哦，是毋是？伊徛起的所在叫做皇居。伊徛起的所在，即阵伫东京啦吼。进前叫做啥物名？有人知影无？嘿，而且恁今仔日虽然讲咱即届去的时吼拄啊落雨啊，有一点仔暗，无开门，但是咱有翕着外口足水的所在吼。即个你看，即个老师翕的吼，这古早是无遐尼水哦。咱会当看到古早相片吼，而且会当来看卖啊，即个以前吼，毋是伊住的所在啦，是伊抢人的厝是安尼吗？伊武士啦，迄阵日本人毋是拢武士咧治国，治理国家拢迄个上后小派。叫做幕府，叫做幕府时代啦。是，有人对日本较了解吼，你嘛会当甲阮讲。将军的时代。将军的时代，听讲有3个将军啊，吼，是毋是？3个啊，一个叫镰仓哦，镰仓幕府；一个叫做室町幕府，一个叫做江户。江户也有那叫做德川幕府。是，江户就是即阵的东京啦，吼，德川做较做江户，江户这个地点，后来就是明治皇帝去以后，就甲改名叫做东京。所以即个是什么？你拍做够小拍是安尼吗？较早就是搞小拍，才会当统治国家。所以日本以前拢有啥物相扑比赛，就是你比看送的力上大安尼，是安尼。这有700担诶，700担吼，拢是将军，就是看送。拢是将军咧治理国家。就看送上后像就是头就对啊。迄阵阁无迄种，迄阵就有天皇啊嘛，迄阵已经有天皇，但是天皇无管理，因为需要武力啊，天皇无武力啊，所以是一个形式的尔啦。是，所有迄个皇帝的国家，咱想拢是安尼吼。一个名吼，想讲伊上大但是其实伊无啥物管理安尼吼。拄好，这是伫外口吼，咱去的是吼，迄天拜一千万毋通去哦，因为关门无开，是安尼。来，即个就是即个江户城，江户城就是即阵的人叫做皇居哦，皇居是江户幕府，就是德川幕府的权力的伊个算做个指挥中心啦。德川家康哦，甲伊后面的皇帝所徛起的所在，直到最后被让互皇帝受那原因啦，因为伊的武力已经无法度人甲人拼。是安尼，无伊这是上大的迄个呢，城堡呢。要讲城堡伊上大啦。进前拢毋知哦，你若来看，你会感觉真正有大诶。伫迄日本吼，就是东京遐尼，就是讲遐尼溪所在，有遮尼大诶地吼，会当去一个土地，你看伊诶路遐尼宽，伊诶东京诶厝安尼一间一间连做伙，连咧旅馆都拢无法度起大间。对啊，迄你若去东京就知影，旅馆大迄细间的都贵啊吼。即个路吼，你诶广场对无？即个就是红啥物？红区诶外口面，外口面。有外口面，伊这是袂当互人骑车诶呢，敢若会当行路。伊后壁伊迄石头围起来吼，这是袂当内面骑脚踏车是啥物滑板车，这拢袂当入去诶吼。所以你就知影伊诶管制吼做严格吼。
你来看遮伊迄边啊，个南普通的城是城里中，外口一定迄个河甲围起来安尼尔。但嘿，伊即个护城河是螺旋的，就是讲有几个所在是相定的啦。伊安尼互我说过，所以你若要入去到伊内面，得爱搁较远的路，才会当入去城的中心。哦，袂当讲过一条水就入去啦，袂当安尼。是，所以这做歹拍的吼，就是讲，迄个迄阵的上大诶，住伫遮做安全诶意思啦吼。无怪即个皇帝吼，讲因诶天皇对无？想要来抢即个所在吼，想要来住遮吼，真正是做水诶吼。所以是伫这几啊百当时。咱讲即个城开始起是伫1457年就开始啦。迄阵的幕府就是叫做室町幕府的时代，就已经开始起。起的是西京，后来德川就是江户幕府的时代吼，开始大规模的扩建，就是讲起个大间，就变成做天下第一户的第一个官就对，上界大的一个城堡。哦，所以伊个台起身其实是细间啊，细间慢慢起，到德川幕府是1603年开始建造。目前你看目前的所在哦，伊只有出侪种足水。对哦，因为三代将军来半世纪哦，半世纪就是50当的时间啦，伫遐一直起吼，所以江户城吼，正做顶，就那一顶过一顶，就是螺旋状的护城河啦，天下第一城哦。对哦，你会当为遮看遮尔大，迄阵是天下第一城。是，咱为即个树仔吼，你会做歹去想着到讲，这是伫都市内面。中心的东京，你看外口的迄厝，起甲杂统统，迄厝拢细间，有遮尔大个所在，伫遐空伫遮拢无起厝。对，而且佮规定人迄车拢袂当入去吼，这真正是无简单。足大吼，来若有去迄个东京，一定会来遮参观的啦吼。你看咱行伫遮吼，你看即片吼，看起来细，其实足大呢。行伫外口行一阵，可能着爱几啊点钟安尼。你看伊的路是用石头幼石啊，毋是用担仔架哦，也毋是用水泥，是幼石啊。你行袂紧。对哦，有道理。阮想讲，为虾米这要用安尼吼？就是你遮吼，就从到1868年，就是德川幕府的尾迄个武将，有一届吼带兵要去，因为本地天皇是住伫京都啦，京都吼，毋是东京，是京都。伊来伫大阪遐吼，当然即个后来幕府将军就有带15000的兵，要到迄个政府的，就是甲皇家的兵来相战。但是迄阵呢，天皇的兵甲5000个，幕府的兵呢有15000，加咧3倍嘛吼，加足这1/3啦，兵力吼胜伊较厚，政府的兵较少。毋过政府的兵用皇帝的旗仔出来，讲这是天皇要出来亲自相战。虽然5000人，但是因的武器拢向外国买迄个枪，会当真准的枪。幕府的军队伊有迄个枪较歹。要拍一届，得爱装一粒枪去支，足麻烦的对。佮大部分的武士拢是举刀，举刀是要安怎甲举枪相战的。
对哦，你艺术，你倒袂到，人就要咧崩死去啊！所以第一届烧钱的是迄个德川即德川幕府的人哦，就发现讲，迄个将军就发现讲，哇，这一定输诶，所以半暝就逃走，等于江户，就等于东京啦。哦，因本来伫台阪遮烧钱啦，伊伫台阪就走等于东京，因暗时逃走，啊，军队就来帮伊也无爱啦，爱转来以后，就开始要甲讲，就是讲要谈判，讲和平，完全扭出去就对，所以人讲伊拢毋免烧钱，甘愿安尼扭出去，伊拢完全搬出去，就是搬出即个所在来扭好。哦，迄阵叫做明治天皇哦，就是吧？牛户皇帝就对啊啦，反正你嘛是正名啊，来用一个较好的名叫做讲毋免剪的出来。对，牛字就对啊，其实伊是正名啊啦吼，啊，所以即个天皇，佮伊的厝为明治天皇从啊对京都搬厝来伫江户，啊江户伊就甲伊改名叫东京。所以明治天皇伫日本来讲是因足尊重的一个天皇。对哦，以前我拢毋知啥物京都来东京原来这就是安尼啦吼。所以迄阵即阵就叫做皇居。即阵的明治天皇来以后，叫做天皇所住的所在，所以伊的名叫做皇居啊。皇居，但是但是对明治天皇来以后，较叫做皇居的啊。对吼，毋是红居哦，是皇居。来即个，你看即个树啊，真正足水诶！你真正爱去遐吼，家斟酌伫遐看吼，这会当看几啊工，拢看袂顺吼，真正是足水。拢种啊足水诶，树啊拢大啊足水。而且为迄个所在吼，要行去到车站。要行去车站，路哪足大条诶，因为即条路嘛是足大条，上面拢是杏树啦，即杏树啦吼，银杏。对，你会看上边拢是即个。银杏都有发迄个银杏果，人讲白果。白果就是一款银杏果，因为咱伫台湾真少会当看到即个银杏果。对，所以导师特别甲伊翕起来吼，这是咱为即本册，咱顶礼拜有讲吼，大好有一本册哦，最近出的，即个讲到日本古城吼诶明信片啊吼，大好你会当看到这内面，因为咱无去内面吼。所以，互大家看相片，大家有去内面会甲咱分享者吼。你印象上深诶是倒一个门？即个吼有足侪门啊吼，去内面可能足侪桥哦，因为河都足侪桥对无？毋过这是古早相片哦，毋是即阵哦。是这古早吼，大好咱为即本册吼，甲伊翕出来诶吼，会当看古早看即本是毋是？差有一点仔差啦吼，即份有电火，而且用较水吼，可能有顶改翻修过就对。所以老师有影片甲咱分享哦，咱即份来看卖啊，即个老师翕的即个影片。伊伫外口行尔哦，伫外口，遮大林吼，看边仔做侪厝。
真大片的石头路。本来你想讲这敢是马仔行的，嘿，马仔会当入来。其实后来嘛有看到车吼，伫外口遐啦，车会当入去外口，可能爱有特别的牌吼，才会当入来遮。天下第一城，老师，咱你看迄个像阮伫斯洛伐克吼，搁一城堡。他们家的日本的城堡，无共，差足济。看因的路非常的大，厝嘛非常的悬。咱真欢喜，会当看到这个毋知影观众朋友有去过无吼？但是咱会想到到咱的启示录3章8节，这是上帝上帝讲的话哦。人想讲伊是天顶的皇帝，会当管所有的神，所以日本人较早吼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伫要结束的时，因伫要投降以前哦，因就甲所有的兵灌输上讲，天皇就是上大迄个皇帝，你若死后去遐，就拢为国来牺牲的人，死后就有功用啦，就有奖赏。所以大家拢要做礼拜，教会要做礼拜以前，就爱先拜天皇啦。是安尼你若无爱，就甲你关起来。所以算基督教是迄个关咧2冬的久。启示录咱来看，咱来看这段圣经，上帝安怎讲？我知影你的所做，你所做，上帝知啦。你看，我伫你的面前已经甲你开门，是无人会关的，因为你有淡薄仔气力，已经守我的道理，袂捌毋认我的名。伊是这段是咧讲，你若有淡薄仔气力，认我的名，你着上帝着替你开门，你着会当真正进入天国，毋是讲你讲会当入去，就会当入去。所以这个跟这个门同款吼，毋是拜一关门吼。毋是讲会当入去就会当入去，这个上帝讲我知影你所做，其实伊拢知影咱所做。你要讲你出后，上帝拢足知影。
所以啦，观众朋友，你若还未明白阮诶上帝哦，会当欢迎你去附近诶教会吼，来明白即个为你开门诶上帝啦吼。无论是啥物时阵吼，你若愿意，伊拢会当为你特别开门哦，无像安尼关起来就当入去对啊吼。咱即摆去遮吼。关起来袂当入去，好，观众朋友真欢喜，今仔日老师佮甲咱介绍一位所在啊吼，日本真正是足侪人去耍，但是可能足少人了解内面基督教诶历史吼。顶礼拜咱有讲关于什物250栋吼，伫咧长崎诶迄边吼。哦，对啊，熊本稳重诶基督徒啊，250栋无牧师，无圣经人去看，继续传落去。这厉害哦！所以观众朋友买当家家己试一个赞吼，咱看到遮诶吼，会当知影讲，即个天父伊为着要搬厝会当震惊吼，咱诶上帝毋免搬厝哦，是伊什么到处都在，是拢伫诶啦吼，世界拢有上帝吼，只要你相信吼，你就会当听到伊诶声。今仔日真多谢观众朋友来捧场，今仔日用录诶，因为即本主持人无伫即个所在吼，欢迎大家继续来甲咱捧场，共款时间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2:10，搁做回来听老师讲故事，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，祝福大家平安吼，最近风台。较济，希望大家拢